无想第一载，我是真诶葡萄树，我诶爸是做园诶人。伊若认知我诶枝无结果时个，伊就送起来；伊若结果时个，伊就收互伊牵去，互伊结果子搁较侪。但是因为我甲恁讲诶道理已经清楚啦，恁着惦记我，我也惦记恁。设司机无连是葡萄树，就袂会家己结果子。你若无惦记我，也是安尼。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，惦记我，也我惦记伊个，就结果子侪侪。因为到我3年，恁就无会做啥物，会较早。人若无惦记我，就是有气煞伫外面，亲像伊煞无达，人叫因爬落火就烧去。恁若惦记我，我会惦记恁。凡若所行个，恁就要甲恁行。恁结果子侪侪，对安尼我会爸得着荣光，也恁要诚侪我的学生。我有听恁，亲像爸听我，恁就惦记我的名。恁若守我的概念，就要惦记我的名，亲像我有守我的爸概念，惦记伊的名。十一载，我已经用遮个甲恁讲，要互我的欢喜惦记恁，也互恁的欢喜满满。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有听恁，这是我的目的。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囝无比这个较大的事。恁若听我所命令恁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下了后，我叫恁做奴仆，因为奴仆毋知伊的主人的所行。若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，因为我恁爸所听见的，拢有甲恁讲，毋是恁见我，是我见恁。搁设立恁，互恁去结果子，搁互恁的果子久长益地，互恁伫我的名，无论恁爸啥物，伊就互恁。我用遮个命令你，是要互恁相听。以上我的做话，诚侪咱放在。倘若再去牧师所要讲的话是主的命令，咱用心来听。我爸上帝，感谢你。今日早起，阮伫你的面头前，要来领受你的命令，要来得到你所收赐的贵待。主，恳求你，互阮明白你所要甲阮讲，互阮的性命连结移动，互阮会当行做外我的见证，得到你的欢喜，嘛互阮的欢喜来得到满足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亲爱的姐，你敢有确信你已经连结伫耶稣基督？你敢有安尼确信？今仔日的圣经节甲咱讲，耶稣基督讲伊是葡萄树，咱是树枝，当树枝结连伫葡萄树，就会安那。
就会结果子。咱看咱家己的性命，咱敢有结果子？有吗？是有啥还是有结果子？有啥无结果子？配大声，安尼敢会使？结果子这件代志，对咱来讲是一件困难的代志，还是简单的代志？是简单的代志，还是困难的代志？啥物是结果子？敢有想过？讲到果子，你会想到啥物？圣经内面讲到果子，你想到啥物？圣神的果子，圣神的果子有几个？咱拢讲有几个，其实是拢总正做一个。圣神的果子是啥物？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温润、善良、良善、温柔、存在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敢有遮个果子？有吗？结这个果子几倍？30倍、60倍、100倍？敢有安尼想过？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敢有确实咱结连伫葡萄树顶面，就是咱的耶稣基督，咱的救主。今仔日圣经在甲咱讲，若是咱真正踮伫伊的内面，的确是会结果子的。用圣神的果子来看，这9项是咱定定去看一个人的行为，有亲像一个主的学生无？有亲像上帝囝儿无？有亲像咱所知影的基督徒无？别人嘛是安尼来甲咱看。看到遮的时，刷落来，咱就爱看，若是有安尼，咱所结的果子是几倍？亚正的迄个道理，迄个比喻，咱常常听。总是亲爱兄弟，咱敢有详细安尼来看过？伫我的生命内面，伫咱的生命内面，这个果子有几倍？伫我的生命是我个人，伫咱的生命是规个西方教会。咱伫上帝面头前，会当交代伊、交托予伊，会当献上予伊的有几倍？今仔日的圣经在甲咱讲，若是结连伫耶稣基督，咱踮伫伊内面，伊嘛踮伫咱的内面。
是咱今日安尼看，看我家己，咱若无欢喜，嘛无平安，嘛无法度吞忍，我嘛无温柔，我嘛的确无做到忠心，我嘛无法度去听，我嘛无存在。若是安尼，用今仔日的圣经再来检讨，就是咱无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咱无连做伙。第九，咱的果子无法度完全结出来是水。好的果子对答结出来，对好的树。咱若食到一个果子是酸的、无好食的，咱会安怎讲？啊，这丛树无介好，伊的果子介酸。啊，这丛足好的，所以伊的果子足甜的。咱会安怎？是怪迄个果子，还是怪迄个树？是讲迄个树无好，养分无够，生了无好，还是讲啊，这个果子生了无好，甲树无关系，就是果子家己生出来就安尼。这丛树足好的，总是这个果子足酸的。咱敢会安尼讲？所以当咱相信，咱连结的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讲伊是真的葡萄树，真的葡萄树，咱是树枝的时阵，咱结连伫伊，咱安怎会结红果、芭乐、葡萄，对一项。若是用这个比喻，耶稣基督讲伊是真的葡萄树，安尼咱所结的果子就是葡萄，的确袂是芭乐，嘛袂是蚵仔，对无？若是安尼，咱来看咱家己伫上帝的面头前，伫耶稣基督的面头前，咱已经结连伫伊有偌久啊？咱所结的果子生了安怎？若是安尼讲，结果子是啥物代志？是主的代志，还是树枝的代志？若是接枝的咧，咱敢有想过？这个树枝若是接起来，连结去，伊若是无法度完全吸收到这个树的营养，无法度结出这个果子来，安怎？用这个角度来看，圣经甲咱讲，迄个树枝安怎？是修剪，还是规个挂落来？若是无结果子，迄个树枝是挂落来，就迄条啊。果子结了少的，安怎？才会甲修剪哦。若是讲咱每一个人连结伫耶稣基督，亲像接起的树枝，安尼咱会是迄个会互规个剪落来干掉的，也是修剪，结果较侪的果子，是对一个？
种的比喻的时阵，讲到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伊的影响伫倒？当耶稣你家己的学生解说的时阵，讲的是迄个图嘛，对无？图诚做咱的心，上帝的道理寄落来，伫咱的心肝头。咱是听就甲袂记，直到无法度长大，直到无法度过过节，也是咱的心会当有准备，诚做过过节。也是亲像圣经所甲咱讲的，听了真欢喜，迄当阵就领受落来。总是准备无够，涂无清，日头晒一下就打去，犹原无法度过过节。也是有一长大，总是拄着世间的困难的事，拄着家己讲，我敢若感受袂着上帝甲我斗阵，敢若无上帝恩典的时，咱源头无继续建立伫这个树的时，这个果子啊呐，无法度。做事建立了后，有吸收着营养。这个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，也是上帝道理伫咱的心肝头，咱拍拼，甲行出来，诚做水的果子，做果子。安尼看，安尼讲起来，过果子是啥物人的代志？若是讲是树仔的代志，上帝敢无照顾互咱？敢无赐福互咱？若是有，是安怎咱的果子无结侪侪？若是树米的代志，咱还袂做是啥物？是白白接受上帝的恩典，把树枝饲甲肥肥，总是就是无要结果子。若是一个树枝顶面拄侪叶仔，看咧无人欢喜，总是找无果子的事。咱敢会记得，当耶稣想要食迄个无花果树的迄个果子的时阵，伊无找着无花果树。圣经甲咱讲，迄个是毋是迄个时？总是当耶稣要找迄个果子的时阵，就是迄个时。当伊找无的时，伊做啥物代志？圣经有甲咱讲，伊就做直到迄丛树大去。当上帝要看有果子的时，若是无果子，今仔圣经才甲咱讲，迄个树枝会长，就无伫遐，迄个外口烧去。当耶稣要找果子迄个时，找无的时，迄丛树啊呐，规个就无去。所以今仔日咱是一丛树会结果子的树，还是咱是连结伫耶稣基督，成做一个树枝，
结果子。你安怎看你的性命？你安怎看你甲上帝的关系？你安怎看你甲耶稣基督的关系？当咱每一摆伫领圣餐的时，咱拢讲感谢耶稣基督救赎，互我有新的性命，互我有新的性命，亲像伊连结葡萄树顶。若是安尼，咱的养分，咱所需要给的果子，一切拢是对主遐来。主敢无赏赐互咱吗？若是有，安尼咱的果子伫倒落？我的果子伫倒？咱西湖教会的果子伫倒？顶礼拜咱咧讲主的模范，今仔日咱所讲的是主的名言。这两个拢共款，所结的迄个果子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做。迄个疼，圣神的果子，仁爱是迄个疼。咱讲其他的，若是拢无去甲看，无去甲看温润，无去甲看和平，无去甲看慈悲、良善、重视、温柔、自在，这个拢无看，咱只有看疼咧。彼此相疼的这个疼，伫咱的中间，有伫中大吗？你敢有感受到有伫中大？你敢有去参与伫内面，互伊中大？也是咱每一天、每一个礼拜来到主的面头前的时阵，领受到上帝的好运，结果无参与伫彼此相疼这个行动内面。结果子，若是我个人，安尼我互别人所会记得我的、所看见我的这个果子，是对一项？敢有疼这项？咱敢会记得进前，牧师讲到一个见证，是迄个感谢主的迄个见证，就是有一个人插花的时，伊大概要去买花，伊要买的花，迄天若是无卖，伊就感谢主。结果吼，迄个卖花一直会记得这个人，会记得这个人，伊的果子是啥物？就是无论啥物情形，伊拢感谢主，伊拢欢喜。结果有一天，当伊听见有人绝望的时，伊想到这个人，伊的欢喜，伊的感谢，伊的上帝。这个花店的头家，才甲这个无毋忙的人讲，来去找迄个感谢主，伊的上帝的确是有法度。这个是迄个感谢主的人的果子，倒是找了后呢，找了后是规间教会的牧师、长职、会友、圣歌队去探讨、去吟诗、去甲帮赞、去甲照顾。结果伊全家拢信主，就是这个得着病，伊所得到的医治是真做伊的性命的医治，伊的肉体无去啊，总是欢喜知影。伊个人伫这个世间看起来是无去，啊，毋过伊有天地斗会当去。伊的性命延续，伊的毋茫的延续，伫这个家庭内面，所有其他的人，伫伊的囡仔，伫伊的孙仔，啊，伫因的厝边隔壁，因所结的迄个欢喜的。忠信伫上帝面头前，
气散的，迄个家己是水。知影这个代志的每一个人，大概讲到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大家都搁一摆讲到这个果子是甜的，是好的，是水的。亲爱兄弟，咱的果子咧，你的果子咧，你互人会记咧你的时阵，想到是对一个？圣经内面所讲的无结果子的树枝会错落来，会迄个外口会烧掉，总是会结果子的树枝。这件代志毋是你甲咱威胁，你讲这个是耶稣基督，伊上重要的是你甲咱讲，伫上帝国、伫上帝的标准内面，的确连结伫耶稣基督，咱袂做安尼代志，袂得到安尼的结果。安尼的结果会发生，是因为咱无良地符合上帝，无互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无伫伊的内面，伊嘛无伫咱。是分开的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是安尼情形才会发生安尼，嘛是结连甲足好的，互耶稣基督的性命甲咱结连到底。上帝的赏赐，上帝的福气，伫咱的生命内面伫发生的事，咱是会结果子，会结侪的果子。所以当咱伫看咱家己若是无果子的时阵，咱所爱想到的是啥物咧？我敢有连结伫耶稣基督？我敢有知影上帝的命令是啥物？我敢有遵守上帝的旨意来行？我敢有亲像耶稣基督的吩咐，听我的命令？这个彼此相听，互相照顾。今仔日所甲咱讲的是真做朋友啊，毋是欺负的人哦。当耶稣讲，我甲恁当做朋友，我甲恁讲我的计划，我互恁知影要安怎会当得到我，我嘛为着恁来牺牲性命。若是安尼，咱诚做耶稣基督的朋友，耶稣为着咱来死，咱的朋友是啥物人呢？你敢有一个朋友是你愿意为着伊来死？啊，未为着伊死之前，你敢有愿意完全来听伊？伫伊果水的时，去甲听；伫伊无果水的时，嘛甲听；伫伊烦烦的时，悠然甲听。看到伊，你就想要甲咱调调，就是想要甲听。你敢有一个安尼的朋友？咱若去选一个安尼的朋友，互伊知影，互伊感受到，互伊看见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迄个听，你甲伊嘛愿意领受你安尼甲听，安尼才是你的果子，遵守主的命令，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彼此相听。这个彼此相听，毋是我听伊安尼，伊嘛爱安尼听我，我则阁愿意安尼甲听，毋是，是因为上帝安尼听我，直到我愿意安尼听伊。上帝
安尼吗？耶稣基督的疼是安尼，耶稣所做模范是安尼。当咱伫问题的时阵，咱犹原嘛安尼做，安尼才是真正耶稣住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住伫伊的内面，成做一个。当主伊所做的伫咱的生命内面发生的事，当咱领受的是咱真做甲伊共款的事，咱敢无法度做甲伊共款的代志吗？一定会，无迄落袂，除非咱甲伊无连做伙，除非伊无伫咱的生命内面发生作用，无甲咱的生命牵去，咱甲伊犹原是，伊是伊，我是我，我无互耶稣基督伫我的生命内面完全的掌握。耶稣的付出，耶稣的牺牲，真做咱的模范。当咱伫领受上帝遐个福气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的是，咱所看到的是主互咱的模范，毋是啥物人、啥物人、啥物人，独独就是耶稣基督。做要结果子的时阵，毋是看别人有互我安那安那安那，互我才要感受，我才要决定要结果子，毋是。我会当结果子无，是要看我伫上帝面头前领受偌济，我伫耶稣基督内面有完全偌济，我有结连偌济。今仔日是啥物人互咱有这个模范呢？是主，毋是人。所以毋好搁讲啥物人啥物人互我跋倒，啥物人啥物人互我无法度结果子，拢是啥物人啥物人啥物人。上帝无互迄个啥物人啥物人做你的模范，上帝互耶稣基督真做咱的模范。咱所要学习的，所要问题，所要结的果子，是甲耶稣基督有关系，毋是甲啥物人啥物人啥物人。若是安尼来看的时阵，咱真正爱详细，每一摆你领圣餐的时阵，每一摆你感谢上帝的时阵，每一摆你祈祷求讨的时，耶稣讲：你所求的，拢会互恁。总是这个命令互恁是为着啥物嘞？这个应允互恁是为着啥物嘞？今仔圣经才甲咱讲是为着要彼此相。所以伫彼此相听中间无困难的时，你就求。当你求，这个困难就赏赐互你，直到互你有迄个困难会当听。所以你所求的，拢总要互你，毋是要互你伫其他的所在，是要互你结这个听的果子，是要互你有困难会当去彼此相听，去活出耶稣基督伫我的内面，我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放大求，你所求的就应允你。这个应允是要互你、互我、互咱这个教会有困难会当彼此相听，会当结果子。当咱去守圣餐的时阵，咱敢有看见牧师大家拢会穿这个大礼服，这个大礼服顶面，这个彩带、大礼带，顶面是啥物图案？这个是啥物？葡萄啊，是无？果子啊，葡萄啊，看不清楚，到前面来。这个呢？五饼二鱼，看无？会当用剪来看。白色这个哦，葡萄，五饼二鱼，哦，
安尼看到会清楚啊？真做一个提醒，咱伫耶稣遐结连伫遐，结连伫伊个内面，咱真做会当结果子的。用啥物来结果子？无块饼、两尾鱼，迄个见证，迄个故事，迄个事件，是一个囡仔，家己所有的安那摕出来，迄个是伊的家己，伊的家己安那疼所有的在场的人，无算有钱人，无算囡仔，拢总无钱。咱敢有安尼的学习？敢有安尼的信心？讲我要真做遵守上帝的命令，连结伫耶稣基督，用我所有的五个饼、两尾鱼，养饲济人，结济家己。若是咱有安尼的想法，咱嘛愿意安尼做。当咱开嘴来求讨的时，上帝就会甲咱听。这是今仔日的圣经节所互咱的应允，互咱实实在在，家己咱相信，甲去做。毋好互咱的圣餐，每一摆伫领受的时阵，都亲像迄个袂过果子的树枝，营养拢输着，总是无价值。咱着爱大大开嘴，甲咱的主讲，你就伫我的内面，互我嘛伫你的内面，互我会当结济果子，互你的欢喜伫阮的内面，互阮的欢喜嘛伫你的面头前，你着食啦。咱同齐合头来祈祷。主，阮是树枝，阮结连伫你，阮想要结济的果子，阮想要遵趁主你的命令，想要遵守上帝的旨意。总是阮定无法度嘛看袂着家己是毋是有完全互你伫阮的内面。阮是毋是有讲主啊，我愿你来听？恳求圣神伫阮的内面常常提醒，嘛赏赐阮想要结果子的心，互阮结济果子，来得到天父上帝的听。伫每一摆领受圣餐的时，阮就安尼想，你的话是神约，让阮啉的时，照安尼来纪念你，嘛照安尼来结果子。因为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，因为阮的性命，因为安尼得到救赎。阮要伫你的内面，互你伫阮的内面来发生你完全的性命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咱同齐来唱圣诗370首。
囡仔属于伊的陪参者，同齐来守主的圣餐。主讲：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分我的人决断袂了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嘴干，就分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散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同在。即是咱要来守圣餐，咱照主的吩咐来守这个圣餐，亲像保罗所讲，我对主来受，也捌传互恁。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摕饼，足谢，来爬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有拍破，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捧杯，讲这个杯就是新约，用我的血来洗你。既然啉的是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我的死，一直到我回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摕饼做啥？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范，咱来同齐感谢咱的上帝。主上帝，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是为着要纪念主永远的约。阮谦卑由你找圣神来圣别。圣别阮，圣别这个饼，甲这个葡萄汁，互阮伫你的身躯内面有份，互阮伫你的恩典内面得到帮助，互阮会当长大去根基，互阮会当荣耀你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面。摕这个饼，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拍破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拍破。恁食的是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杨长老甲吴长老来服侍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我的血所设定的新约。你若啉的是，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杨长老甲吴长老来服侍。
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血来设立，咱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咱的主为着咱来死，咱三角来领受。你大概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一直到伊过来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一体，咱同齐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疼阮的爸上帝，因为你的疼，互阮会当甲主同前途，领受这个圣餐，诚做甲主的结连。阮纪念主耶稣基督所做，阮嘛要安尼来行。阮求圣神赏赐阮气力，互阮完全伫你的面头前来荣耀你，互你来欢喜。得他互主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会当成做真真实实在在伫阮的性命内，完全的救赎。阮安尼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。